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以色列搁在空袭约旦河西岸一间清真寺。以色列军方宣布有真侪哈马斯成员死亡。伫咧欧洲、亚洲、美洲真侪国家拢有举办挺巴勒斯坦的示威，呼吁得爱赶紧停战。因若伫咧美国和以色列，嘛有民众要求哈马斯赶紧把人质放出来。 亚拜示威激动化口号，英国伦敦市区日有10万人行上街路声援巴勒斯坦，正长的人阵差不多看无尾伫倒。This is their land. Gaza is their land. They should defend themselves. I'm not saying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kill innocent people, bu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defend themselves. 其他亲像欧洲的德国、奥地利、亚太地区的澳洲甲泰国、北美洲的加拿大甲美国这些所在，拜六拢出现挺巴勒斯坦的游行，民众呼吁加沙停战，嘛对以色列伤害到无辜表达愤怒。Ein Kind, da steht nicht Hamas. Ein Kind ist kein Terrorist. Ein Krankenhaus ist keine Organisation. Sowas darf nicht angegriffen werden. 美国费城有示威者摕真侪张相片，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互遐个去互哈马斯带走的人质会当赶紧返厝。同款的诉求，几落百个伫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众嘛连续出来声援。 We've lost complete contact. There's no sign of life, no signal. It's been 2 weeks now. 两边支持者的对立最近演变成真侪件受训犯罪。英国媒体引述伦敦警察厅的数据指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大伦敦地区伫过去2礼拜反犹太主义犯罪增加1353%，受训伊斯兰教犯罪升关140%。伫今仔日以色列空袭约旦河西岸城市一座清真寺，工作已经绑死真侪个准备发动攻击的哈马斯人员。针对17加沙一间病院，去互以色列空袭，法国甲加拿大情报单位用分析结果指出，这毋是以色列所做的。公司新闻两岸编译。